特朗普興奮咁樣話咧要收翻巴拿馬嘅時候咧，巴拿馬總統就回應翻話咧，特朗普總統今次咧又再講大話。而喺特朗普喺國會發言嘅同一日咧，喺我哋香港呢邊，李嘉誠就有宣布啦，話唔係夾普都唔信啦。喺同一日，我哋香港呢邊咧，李嘉誠旗下嘅長江和記實業就宣布同美國企業貝萊德牽頭嘅財團達成原則性嘅協議，出售佢全球港口業務嘅核心資產，當中就包括巴拿馬港口公司90%嘅股權。呢次嘅交易咧係涉及23個地方嘅43個港口，總企業價值咧係達到228億美元。預計咧和黃咧可以收翻190億美元啦，因為要扣除一啲債務噶嘛。咁啊折合咧就超過1470億港元。嗱，呢個數字咧相當震撼。對於促成呢一次交易咧同樣震撼。一啲媒體咧仲報道話，年近100歲嘅李嘉誠咧都要親自出山去報告。長江和記實業咧通過旗下嘅子公司經營住巴拿馬運河、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兩邊嘅港口。自1997年以嚟咧，長和一直係負責呢啲港口嘅運營，經營權咧係去到2047嘅。咁可以話咧都係冇競爭嘅情況之下咧係投得呢個經營權嘅。咁啊巴拿馬運河咧全長係51英里，貫穿中美洲，連接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咁可以見到咧，絕對係有佢嘅地理價值啦。每年咧有大約14000艘船咧係通過運河。當中咧就包括係運載汽車啦、天然氣啦，又或者其他商品嘅貨船，仲有咧係軍艦。美國嘅船舶咧對運河嘅使用量咧更加係高達75%，遠遠高於第2大用家，即係我哋中國。我哋中國咧只係佔2成啫。呢條運河咧係喺20世紀初，美國咧喺1977年簽署條約，開始逐步咧將運河區嘅控制咧係歸還俾巴拿馬。經過一段時間嘅共同管理，巴拿馬咧喺1999年正式完全接管運河。換言之，喺巴拿馬正式接管運河前咧，其實李嘉誠已經係投資咗向巴拿馬噶啦，唔會係冇美國同意嘅。咁但係特朗普不嬲反口覆舌噶啦，上任以嚟咧，佢就話巴拿馬運河受到中國控制，本嚟咧又話有中國軍人嘅，後來咧就話因為李嘉誠係中國人，要聽中央話，咁所以咧始終對美國咧都會係構成威脅嘅。咁啊，將李黃瓜講成係李南瓜，仲聲稱咧美國應該重新掌控呢一條重要嘅航運通道，同埋咧丹麥嘅格陵蘭。咁啊，甚至咧為求達到目的咧，可以唔排除動用武力添。咁點解特朗普咁重視呢兩個地方呢？其實咧睇翻世界地圖咧，就會知道點解特朗普咁想要格陵蘭同埋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咧係位處於美洲同埋歐洲中間。咁啊，兼且咧係喺北極圈嘅範圍之內，對美國嚟講咧係具有高度嘅戰略價值。事實上咧，美國喺格陵蘭咧早有軍事基地，咁啊為求得到格陵蘭咧，佢正係同其中一位嘅盟友丹麥咧發生緊爭執，因為丹麥咧正係格陵蘭嘅宗主國。至於巴拿馬運河咧，美國咧固之然係最大嘅用戶啦。咁唔使講，美國嘅船舶咧過河都要費用嘅，費用咧仲要年年加。咁呢樣嘢咧都令到特朗普咧相當不滿，咁啊覺得咧係被鏈住條頸啦。但係實質上咧費用咧都係其次嘅啫，最重要咧就係佢嘅戰略價值。喺戰時咧，商用港口咧都可以即刻變成軍港。咁呢個咧係戰略價值啦。而格陵蘭同埋巴拿馬運河咧，好似咧都成為咗特朗普嘅囊中物。格陵蘭咧喺丹麥強烈表達意見之後，強烈不滿啦嘅情況之下咧，特朗普咧都暫時放軟手腳。咁可以見到咧，對特朗普強硬回應咧，似乎咧都係相對好啲嘅。暫時咧，特朗普都收復唔到格陵蘭，但係巴拿馬咧就唔同啦。中美洲好多國家咧一向咧都以美國馬首是瞻。特朗普咧多次發聲之後，巴拿馬政府咧即時採取行動，對長和旗下負責營運嘅巴拿馬運河碼頭公司咧係進行審計。另外，當地律師咧仲話會對碼頭嘅營運權咧係入稟添，咁反映咗咧美國從多方面施壓咧，
巴拿馬政府亦都即時採取行動。咁除咗咧係國內採取行動啦，對外咧更加係宣布退出一帶一路。除咗巴拿馬識做，同樣咧，其實李嘉誠都好識做嘅。喺咁大嘅利誘當前啦，李嘉誠當然唔會同錢作對，唔會死撐啦。明知道美國係虛偽嘅，誠寶寶咧都不說。今年2月訪問巴拿馬嘅時候咧，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咧就要求巴拿馬立即改變中國對運河嘅影響同埋控制。巴拿馬咧之後咧就有啲司法手段啦，咁亦都有政治嘅手段啦。咁話要咧係調查李嘉誠嘅營運等等。我哋特區政府咧喺2月份咧都有發聲明嘅，就指責盧比奧有關巴拿馬運河嘅言論係毫無道理同埋歪曲事實。咁雖然咧特區政府有發聲，但其實咧大家有冇留意李嘉誠一直都冇回應嘅，絕對唔會批評美國。中環國際商場咁多年啦，自然係識 do 啦。喺宣布將佢手上嘅港口賣俾美國企業呢項交易嘅聲明入邊啦，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陸法蘭咧就強調呢一筆嘅交易咧係純粹嘅商業決定，同近期咧有關巴拿馬港口嘅政治新聞咧係毫無關係咁話。咁講大家信唔信呢？從表面嚟睇咧，長和呢一次出售資產嘅理由咧係純粹商業決定。咁但係可以見到咧，長和咧係大賺嘅。長和集團咧今次嘅交易咧係獲得超過190億美元嘅現金收入，呢一個數咧係同長和市值打平嘅，甚或超過嘅。咁所以點解市場咁震驚，帶動咗咧長和股價咧呢2日急升，扭轉咗過去幾年咧股價下跌嘅情況。長和咧喺過去5年咧下跌咗接近40%。咁因為巴拿馬運河嘅不確定性咧，連日嚟咧股價咧都跑輸大市嘅。如今咧一筆過贏翻，2日咧就已經係累計升咗超過30%。今次長和決定出售業務咧，係被認為美國咧喺同中國競爭當中咧取得嘅重大勝利，係幫助美國嘅。同樣，李嘉誠都係幫助佢自己，因為交易嘅金額咧係相當於港口資產預計喺2024年收益嘅11至到13倍，被市場普遍認為咧係估高咗嘅。咁利誘大到咁啦，李嘉誠點會同錢作對啊？對李嘉誠嚟講咧，一定係 good deal。據長和2023年嘅年報咧，長和持有嘅巴拿馬港口公司90%嘅股權啦，咁相關碼頭嘅吞吐量咧佔咗長和所有港口業務嘅只係3.2%，根本咧唔係主要嘅賺錢渠道。摩通都評估過，終止巴拿馬港口合同會對長和嘅影響咧，實際上咧都係微不足道嘅。所以哪怕咧巴拿馬國家咧係要用到唔文明嘅手段咧，去終止同李嘉誠嘅合約都好啦，對長和嘅整體業務影響咧都係非常輕微。用微不足道嘅業務咧，去換嚟同佢整個公司嘅市值咁上下嘅收益。咁觀察咧呢項嘅交易咧，長和面對美國施壓咧，一路以嚟咧都冇公開回應，即係低調交易。外媒咧更加話，96歲嘅李嘉誠咧係親自以視訊會議嘅形式咧係參與談判，幾個星期嚟咧就令到長和由政治漩渦當中抽身，而且大賺。口講同政治係無關係，但係商界同埋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咧，長和呢一次嘅資產出售嘅背後，同當前中美之間嘅角力咧係密不可分。而其實李嘉誠咧好似超人咁樣促成呢一次非比尋常嘅 good deal 咧，最要多謝嘅咧，其實唔係佢自己，而係特朗普。長和港口業務嘅資產咧，喺2023年咧就係126億美元。如今咧有不利嘅因素情況之下，都仲賣到142億美元。重點唔係李嘉誠咁叻賣得出，而係點解有人肯咁樣作價，咁樣出手。長和咧捲入今次呢一場中美嘅地緣政治風波當中，正當外界關注咧長和會點樣拆彈，保留核心嘅港口業務嘅時候，其實一直咧李嘉誠都冇公開回應，冇批評過美國霸凌，而係默默咁樣同美國傾調。出售巴拿馬港口資產咧，對長和嚟講咧係一種務實嘅戰略性撤退。佢根本嘅用意咧係想規避政治風險，
避免成為中美對抗當中嘅犧牲品。通過將敏感嘅地方嘅業務咧係出售俾美國資本，長和咧可以話係成功喺呢一場政治紛爭當中抽身，既唔得罪特朗普咧，又唔同錢作對。但係今次嘅生意對手咧，大家睇一睇啦，都係非比尋常嘅。從種種嘅跡象顯示咧，其實美國總統特朗普先至係背後嘅話事人。表面上咧係美國嘅企業美資嘅基金貝萊德領頭嘅集團，同李嘉誠咧係傾生意交易嘅。但係實際大家知唔知道貝萊德有幾猛料呢？貝萊德咧係全球最大嘅基金之一，而據彭博嘅報道咧，貝萊德咧係知道特朗普要收翻巴拿馬運河嘅時候，貝萊德嘅集團主席 Larry Fink 就透過電話同白宮聯絡，咁可以見到咧，貝萊德係直通天庭，直通特朗普嘅。咁啊，同特朗普講咧，佢係有意收購巴拿馬運河兩邊嘅碼頭，到時咧美國就唔需要透過武力手段都可以控制到碼頭。咁其實咧，巴拿馬運河附近嘅加勒比海咧，到處咧都係美國軍艦。貝萊德集團咧從李嘉誠手上面買走港口運營權，再結合翻美軍嘅保護咧，就可以攞到巴拿馬運河嘅控制權。咁所以放眼全球咧，都唔會有第二間嘅公司咧可以用咁高價去接盤。唔係因為美國響運河嘅戰略價值嘅話，相信咧都唔會咁樣做。貝萊德咧唔係出於商業考量之下就可以令到咧長和大賺商業利益。咁大家話李嘉誠係咪要多謝特朗普先？當交易公布之後咧，特朗普即刻咧就喺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面發言，話貝萊德買入兩個碼頭咧係美國收翻巴拿馬運河嘅重要一步，言下之意咧都係佢嘅功勞。咁所以咧呢一單交易咧唔會係冇同特朗普夾過嘅，尤其係夾好咗特朗普喺第二個任期嘅第一次國會演講當中可以公布呢個消息，咁啊俾個位特朗普咧可以去領功嘅。見李嘉誠咁識做，我俾個好價佢咯。所以 RFI 咧都以特朗普精神勝利，李嘉誠大賺一筆去形容今次嘅買賣。特朗普擴張計劃推展成點呢？大家可以睇一睇。加拿大變美國嘅第51個州咧，可以話遙遙無期啊！而家加拿大啊嘅杜魯多啊都調轉槍頭啦，都唔再同特朗普客氣啦，係咪？而格陵蘭島嘅島民咧都講明唔希望成為美國人。咁但係咧，巴拿馬運河港口的確咧係從港人手上面易主啦。呢一個操作咧都可以成功被特朗普咧宣稱為佢成功征服咗巴拿馬。當特朗普好興奮咁樣話巴拿馬港口轉手俾美國企業係征服係勝利，巴拿馬總統咧當然係作出咗回應啦，就話特朗普講大話啦吓。咁但係特朗普係一於少理啦，都繼續咧係聲稱自己大勝，聲稱自己咧係收翻咗巴拿馬運河。咁啊至少咧喺精神上咧，特朗普係勝出嘅，仲可以話咧自己嘅言論對全球商界嘅影響力咧有幾大，令到全球各地最有權勢嘅公司高層咧都要迅速對特朗普嘅說話咧作出回應。特朗普咧可以話自己贏咗，但係真正得到實惠嘅就係擺脫地緣政治糾紛，仲可以大賺一筆嘅李嘉誠。所以睇得出咧，特朗普都甘願俾李嘉誠攞到呢個實惠，已經真係 price right。所以預期話成哥識計數，不如咧就話成哥甘願被美國計算在內。當然啦，咁都係成哥嘅政治計算嚟嘅，咁至賺到大錢噶嘛。長和通過退出自1990年代以嚟咧，一直係佢核心嘅大部分港口業務，成功達成一項咧令到佢股價上升超過30%以上嘅交易。重磅消息唔單止因為涉及巨額嘅資金，更加因為咧呢個消息係牽動咗全球貿易同埋地緣政治。喺過去咁多年嚟咧，李嘉誠嘅生財之道咧，都係嘗試喺中美兩國當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食勻兩家茶禮。出售和記港口持有嘅巴拿馬港口公司90%嘅股份咧，其中包括50億美元嘅淨債務，同埋長和喺和記港口同相關公司持有嘅80%有效股權。咁啊，係涉及咧
43個港口嘅199個泊位。咁所以咧，呢一節咧就想同大家探討啦，點解李嘉誠選擇保留喺香港同埋內地嘅港口資產呢？當然大家都可以將佢視作為佢對於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嘅發展係相當有信心。咁但係實質上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真係將內地同埋香港嘅港口咧包埋落去呢個 package 嗰度咧，中美兩方咧都可能會傾唔埋㗎。貝萊德作為美國嘅代表，西方嘅投資機構喺香港同埋內地投資港口咧，都唔係最佳嘅選擇。大家要知道咧，美國一向咧都係以小人之心㗎嘛。佢覺得港口咁有戰略價值嘅時候，同樣佢都會覺得我哋中方都會視港口係好有戰略價值嘅。咁如果咧真係投資咗嘅話咧，可能都會咧用到相同嘅手段咧係逼走佢。李嘉誠咧今次算係做咗一個順水人情俾中國，佢可以同我哋國家講嗱，嗰度咧就順咗特朗普意賣咗啦。特朗普默許呢一個好價俾李嘉誠，等佢咧可以喺國會嗰度邀功。李嘉誠咧，但係可以話咧，佢今次呢一個 good deal 唔單止賺大錢，仲要咧唔得罪任何一方。咁佢點樣講咧？佢可以話呢一邊巴拿馬運河，佢就順咗特朗普意買咗啦。特朗普默許呢一個好價俾李嘉誠，等佢咧可以喺國會嗰度邀功。但另一邊廂咧，李嘉誠咧又可以對住我哋國家講嗱，你睇下，佢冇將香港同埋內地任何嘅港口咧落入美國人手上面。咁大家又領唔領李嘉誠情啦？嗱，我覺得與其整色整水啦，就不如實實際際咁行動。今次交易咧，為長和換嚟咁充足嘅資金，咁啊未來咧長和發展當然咧係多咗好多嘅可能性啦。咁李嘉誠如果真係咁愛香港嘅話，佢會唔會用呢筆嘅資金嚟投資北部都會區呢？可能咁樣咧可以更好咁樣表明立場啊。咁啊，整體咧國家滿唔滿意今次嘅交易呢？從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喺3月5號嘅回應咧，大家都可以聽得出啦。咁啊，林劍就話咧，中方支持巴拿馬對運河嘅主權，致力維護運河作為永久中立嘅國際通行水道。而我哋中方咧，從來冇參與運河嘅管理營運，亦都唔會插手運河嘅事務。所謂中國控制運河呢個講法咧，完全係謊言。但係林劍咧就冇正面評論長和實業嘅決定。對於咧長和嘅商業交易不予置評，即係咧商業利益大過一切啊，大過國家利益啊嚇。咁喺此前咧，特區政府咧都有就住我哋香港嘅公司啦，營運巴拿馬運河咧係作出咗回應噶啦。咁啊，作為原則咧，林劍就話佢想強調嘅係中方支持包括香港特區企業在內嘅中國企業咧係去到海外投資，各國咧亦都應該為相關嘅企業咧提供公平公正嘅環境。咁我哋中方咧係反對喺國際經貿關係上面咧濫用一啲威逼嘅手段。咁可以見到咧，當國家將巴拿馬運河嘅事件咧定義為美國嘅霸凌，咁好明顯而家李嘉誠就係屈服咗啦。咁啊，而且咧我哋國家咧其實咧都唔係冇用到巴拿馬運河嘅。我哋都佔咗咧1/2嘅用量，係第2大用戶。未來喺運河，因為而家咧落咗喺美國手上面啦，會唔會都增加咗一啲不確定性呢？美國咁小人之心，覺得我哋中國嘅公司咧會搞佢哋。咁啊，因為咧當運河落入美國公司嘅手上面，美國會去搞人哋啊嘛。咁所以咧，大家話呢一個交易會唔會冇影響呢？咁但係呢啲影響顯然咧就唔係李嘉誠做生意會優先考慮嘅，要六親不認咧先可以賺到大錢。對自己祖國嘅利益置之不顧。商業上咧，李嘉誠係賺大錢，係完成咗一場世紀交易，預期咧會獲利高達190億美元。雖然交易咧就刻意保留咗香港同埋內地嘅港口唔賣俾美國嘅公司，想游走於中美之間。咁可以話咧，香港同任何內地嘅港口咧，李嘉誠咧都冇將佢哋落入美國人手上。咁但係政治上咧，已經係出賣咗我哋國家利益，已經係對我哋咧國家嘅船舶同埋咧嚟緊航運嘅發展咧都會有嚴重嘅影響。有講法話咧呢一個交易係得到中國嘅支持，我就唔太同意。
咁所以卒之咧冇耐啦嚇，喺之後幾日啦，路透社就引述一份特朗普政府嘅行政命令草案，就話美國計劃對我哋中國製造同埋懸掛中國國旗嘅船隊徵收港口費，其中任何相關嘅船隻停靠美國港口嘅時候咧，都會被加徵費用。咁據報咧，對進口美國港口嘅中國製造船舶可以收取到咧最高150萬美元，亦即係大約咧高達1000萬港元嘅費用。呢項行政命令咧，仲話有關嘅政策咧，係因為要應對我哋中國喺海運、物流同埋造船領域嘅不公平貿易行為，避免進一步威脅到美國嘅國家安全。咁講就話咧係威脅到美國國安，以國安之名，實質上咧就係想壓制我哋中國喺全球造船、海運、物流領域上面日益增長嘅主導地位，想削弱我哋中國全球航運業嘅影響力。根據路透社嘅透露咧，呢個措施咧唔單止咧係美國嘅行為，美國仲衰到咧會叫埋佢嘅盟友都採取相近嘅措施，否則咧美國咧就會報復佢哋。如今香港首富將巴拿馬運河嘅港口控制權都拱手相讓俾美國，嗰21% 嘅中國船舶咧，好大機會都會受到影響嘅。咁究竟我哋國家點睇呢？咁去到3月13號咧，就有官方表態啦。中央國務院港澳辦嘅網站就轉載咗大公報有關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等等資產嘅評論文章，標題咧就係莫天真勿糊塗。文章就話咧，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美之間嘅戰略博弈咧越嚟越劇烈，可以話咧係風高浪急。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盡力咧去壓制同埋打壓我哋中國發展。而最近長和同美國貝萊德牽頭嘅集團達成原則性嘅協議咧，就引起各方嘅反響。長和咧計劃向美國公司出售旗下和記港口集團80%嘅資產，轉讓佢持有同埋運營分佈喺23個國家、43個港口同埋配套物流網絡，當然就包括引起爭議、大家都討論緊嘅巴拿馬運河港口。有人話咧，李嘉誠呢一次咧係作出咗一個非常正確嘅商業決定，無可置疑啦，係賺大錢啦。都有人咧，包括李嘉誠嘅集團咧，就將呢個交易咧包裝為普通嘅商業行為，但事實上又係咪真係純粹嘅商業行為啦？大家都睇得到啦，特朗普今年1月啱啱就職咧，就已經講明巴拿馬運河咧係佢囊中之物，仲指控我哋中國咧控制住巴拿馬運河，高調宣稱咧美國咧要將巴拿馬運河收翻嚟，必要時咧不惜動用軍隊。緊接住咧，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咧第一次外訪咧就係去咗巴拿馬，對巴拿馬咧進行施壓，咁都有別於咧過往嘅外交安排。之後咧就趕喺特朗普第一次喺國會演講前夕發放消息，究竟係唔係時間上嘅巧合呢？到底呢單交易係咩性質呢？有關第一個問題啦，即係時間上啊，我都喺3月8號嘅影片咧同大家分析咗，好明顯咧就係夾好咗，等特朗普咧可以喺美國國會嗰度咧領功嘅。咁就答埋第二個問題啦，究竟呢單交易係咩性質？貝萊德嘅 CEO Larry Fink 同特朗普一向咧都廣為人知係私交甚篤嘅，喺收購洽談期間呢，更加係親自去到白宮向特朗普匯報有關嘅情況。特朗普喺國會演說當中咧，都不避嫌咁樣話自己啦，就係促成呢一單大雕嘅推手，話自己咧冇將巴拿馬咧送俾中國。咁所以好明顯，特朗普咧以至美國白宮上下咧都唔會將呢單交易咧視之為普通嘅商業行為，一啲都冇掩飾，更加係肆無忌憚咁樣直接插手操縱，完全係顯露咗咧佢推行全球霸權嘅手段。咁大公報嘅文章咧就話，巴拿馬運河被美國化、政治化之後咧，美國一定咧會將佢用喺政治目的嗰度，推行自己嘅政治議程。中國咧嘅航運貿易一定咧都會受制於美國。美國一旦實施選擇性嘅限流或者加徵政治附加費等等嘅手段啦，我哋中國企業嘅物流成本同埋供應鏈咧就會面臨好大嘅風險。
文章咧仲引述網民話，通過呢一項交易咧，貝萊德將會控制全球1成嘅集裝箱碼頭吞吐量，躋身全球3大港口嘅運營商。完全咧可以配合美國對我哋中國打壓，提高中國貨運嘅停靠成本，壓迫我哋中國嘅航運企業份額。同時咧，呢一個交易亦都令到中國企業多年營運嘅港口網絡出現重大嘅缺口，進而咧係令到海外發展利益被美國蠶食。更加有網民話咧，美國會將呢一個交易咧視為範本，通過政治施壓向全球掀起併購，控制世界更多嘅關鍵港口，實施佢嘅長臂管轄，令到中國船舶無處可靠。喺呢個章節嘅開端咧，我都同大家講到美國政府被路透社披露嘅一項行政命令草案咧，正正就證實咗。而且據報道咧，美國軍方亦都正係按照白宮嘅指示制定緊計劃，包括咧係增加駐巴拿馬美軍嘅數量。由此可見咧，呢一單交易咧就係美國運用國家力量，通過威逼、施壓、利誘呢啲卑鄙嘅手段，去侵吞其他國家正當嘅權益嘅霸權行徑。但係呢啲政治目的、霸權行為咧，就被包裝成商業行為。喺宣布呢項交易嘅聲明入邊咧，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陸法蘭咧都有配合美國嘅語調，佢就話咧呢一單嘅交易咧係純粹嘅商業決策，同近期有關巴拿馬港口嘅政治新聞毫無關係。就唔知係咪此地無銀啊嚇？李嘉誠中環商場咁多年，唔會唔知道，唔會天真到以為咧係真係商業行為啊！更加唔會天真到以為可以呃到人先得㗎。所以咧，我覺得標題都起得好好啊嚇！莫天真，勿糊塗。呢篇文章以網民嘅評論作結，就話網民咧普遍對呢項交易同埋長和公司提出強烈嘅質疑同埋批評，認為咧李嘉誠係冇腰骨嘅跪低，係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係背叛同埋出賣全體中國人。大公報嘅文章咧就話網民呢一種嘅情緒係完全可以理解。大家有睇到啦，網絡力量係幾咁重要。大公報呢篇文章嘅結論就係，面對大事、大義、大節，有關嘅企業咧應該三思，應該好好諗下有關問題嘅性質同埋要害，好好諗下自己要企喺咩立場，站喺邊一邊。喺今日開始啦，長江和記實業嘅股價咧就一度下跌接近6.7%，創下自2022年9月以嚟嘅最大跌幅。其實咧，李嘉誠咧都唔係第一次被中央嘅媒體點名批評嘅。喺2015年，新華社旗下嘅智庫咧曾經就以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嘅文章批評咧李嘉誠撤資。當時經過17日嘅沉默，李嘉誠咧就企出嚟否認撤資，仲話咧有關嘅言論咧令人不寒而慄。而家唔知道李嘉誠咧會唔會打破沉默？今次李嘉誠咧有100幾日可以咧好好咁樣諗下。事關咧巴拿馬港口嘅交易咧係完成咗原則性嘅協議，但係根據通告咧仲有145日嘅獨家磋商期。李嘉誠咧都可以回頭是岸，喺清晰咗中央嘅立場之後，重新審視呢項交易。而家特朗普咧都逼緊 TikTok 賣，相信咧巴拿馬運河港口咧都會係特朗普嘅一個範本啊，就好似長和賣港口業務核心資產咁，硬生生要人哋由中國公司持有變成美國公司持有，配合嘅話咧就會有豐厚嘅報酬，好似而家俾李嘉誠大賺咁啊。而 TikTok 咧就被講到咧更加吸引啊，有4個潛在買家。雖然咧特朗普咧就自己吹話最終咧北京都會批准有關嘅交易，但實際上咧我哋國家咧根本冇表過態。更加有分析話咧，跡象顯示我哋國家咧會採取強硬嘅立場，寧願咧令到 TikTok 結束喺美國嘅業務都唔出售。而對字節跳動嚟講咧，停止喺美國嘅服務唔會重挫佢嘅生意，反而出售咧係會影響到佢哋嘅生意，因為咧就會無端白事製造咗一個競爭嘅對手。咁所以咧，無論喺政治層面定還是喺商業層面咧，都唔應該丟。就算係賣啦，都要美國喺貿易戰作出讓步，唔會單純考慮自己能夠賺到幾多，會有國家大義。咁睇到
就住李嘉誠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嘅事件啦，我哋國家嘅立場係點樣？相信呢，字節跳動呢都唔會輕易損害我哋國家嘅利益。感謝你嘅收睇，睇完之後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記得亦都要廣傳我嘅影片。如果未訂閱我嘅頻道，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同埋撳埋旁邊嘅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㗎喇。我哋下一集再見。